今時今日，煤氣公司唔單止係提供能源嘅供應商，而係提供全面嘅家居產品同埋服務，為每一個家庭係做健康、安全同埋舒適嘅生活。我覺得香港設計最重要嘅特質係根據香港狹小嘅空間，創造出以人為本、靈活同埋實務嘅設計，滿足到市場嘅需要。50年代石硤尾嘅大火，政府亦察覺到煤氣係比其他燃料係更加安全同埋方便嘅喎。咁喺1972年政府就推出10年嘅建屋計劃，亦係選用咗煤氣做佢哋嘅燃料。煤氣公司喺意大利嗰度引入煮食爐，結合咗意大利美學嘅設計，同埋以本地製造商嘅生產，配合香港人鍾意煮食有鑊氣，融合我哋 East Meets West 生活產品設計嘅理念。喺未來我哋會希望為市民提供唔單止係穩定安全嘅能源，而係更環保、更智能、以人為本嘅產品同埋服務同埋新嘅能源，同香港一齊成長，繼續成為城市發展嘅可靠夥伴。